真的，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杂质，全部都是假的，全部是骗我的，一切都是骗我的，没有假的，就是骗我，骗我，假的！你知道是？爸，这么着急是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爸爸就是想问问你。你说。你实话告诉爸爸，你和天乐两个人现在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段时间，天乐跟我正式表白了。兰妮啊，有件事情，爸爸得告诉你啊。什么事儿啊？其实，咱们家欠的债务里也有林氏公司的。我们家欠天乐的钱？你是不知道啊，咱们家欠了很多家的债务，除了少宇家的，还有莫哲家的，最大的一笔就是林天乐家的了。那我们欠了多少钱？1000万。1000万？哎，爸，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我之所以以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可是我思考了很久，你还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为好。如果以后天乐知道了，肯定对你产生误会，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一切推到爸爸身上。1000万，我们欠天乐1000万。爸，那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跟天乐说？不是，你现在跟他说，那肯定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哎呀，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都是爸爸不好啊，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爸怎么会欠1000万呢？我看你们俩感情很好，也是真心相爱。他又向你表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更不能告诉他了，而且啊，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赶快跟他结婚。您是让我瞒着他？那天乐知道了以后，肯定觉得我另有目的接触他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抛开他家世不说，单说他个人，天乐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男人。你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这爸爸的最大的心愿也了了。到时候，如果天乐知道，我想他也不会怪罪你。到那时候，说不定还有可能把咱们家的债务给免了呢。孩子，听爸爸的话，你千万不能跟他说，你知道吗？啊！爸，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太乱了，你让我再想想。1000万。好的，我马上过来。那个，我不吃饭了，我公司有点急事，我先过去一趟啊。别了，弄好吃一口呗。你吃吧，你吃吧啊。哎，不是那，嘿，怎么一样的饭也得吃的呀？行，不吃我一人吃。
爸。好，兰妮啊，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还有化妆品。爸，我又不是小孩儿，你给我买什么东西啊还？来，让爸爸好好的看看你。自从咱们家出事以后，我还没仔仔细细的看过我女儿呢。爸，又出什么事儿了吗？没有，我是看我女儿长大了，高兴。兰妮啊，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要学会照顾自己，啊，这冷啊热什么的，别让爸爸担心。放心吧，我这儿有张银行卡，里面有些钱，你拿着留着用。爸，我现在已经自己工作挣钱了，这个我不能要，你和妈留着用吧。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听话。我还有呢。哦，对了，你和天乐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好了，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爸，我准备把事情都跟他解释清楚，要不然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开心的。爸，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坦诚最重要，你说对吗？哎，你呀，真是个傻孩子。爸爸是过来人，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呀，就听爸爸的话吧，啊？爸，你今天这么着急，真的没有再出什么事儿吗？哎，昨天法院给我发来了传票，他们已经正式起诉你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就让法院去判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我倒无所谓，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你要能和天乐早一点结婚，爸爸这心也就踏实了。爸，那行，我按您说的假设，我是说假设啊。我现在利用林天乐对我的喜欢，我尽早的让他跟我结婚。但这也可能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少宇家的时候他就一直喜欢我，然后我现在又住在他家里，前段时间他还送了我戒指。以林天乐家的财力和我们家的债务，他完全可以减免。以林氏企业的家族力量，可能我们家别的债也许都会得到解决。如果能这样，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可是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呀，那我就是骗婚，我就是骗子了，爸爸。就算我们结了婚，也不可能幸福，永远心里都有个坎儿。我不希望我的婚姻，我的感情变得那么的不纯粹。林总，我已经查过了，咱们公司的外债记录显示，有3家企业欠我们的款项，其中金额最高的就是梅龙文的企业。另外，我们也查了，梅龙文不只欠我们的钱，还欠其他2家企业，其中以抵押的形式偿还了1家，另外1家还未查明。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跟天乐结婚，利用他对我的喜爱，也许这段时间不需要花太长。在少宇家的时候他就喜欢我，我们现在又住在一块儿，我们俩结婚了以后，1000万就不需要还了。而且以林氏家族的财力，我们别的债主也许都不需要还了。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正好，我有事儿呢，也想跟你说。你先讲。我爸找我，跟我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债务问题，还欠了好多家的外债，最大的一笔1000万。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欠谁家的，前段时间我才知道，是欠你们家的。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不需要你帮我。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接几个大单，还这些钱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就凭咱们俩的关系，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吧？我们结婚吧，结了婚就可以把你的债务都免了，这样多好啊！你什么意思呀？我是这种为了钱跟你在一起的人吗？不是为了钱吗？什么意思呀？你不就等着我自己把这话说出来呢吗？我今天都听见了，你跟你爸在楼下说，只要你跟我结婚，欠我们家的钱，我就可以给你免了，还可以利用我们家的财力把你爸欠的其他家的钱都给抹了，不是这样的吗？啊！天乐，你听错了，那只是一个假设，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告诉我爸，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让他放弃这种假设。对，是你听错了。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好像是有事情瞒着你。我觉得我们应该真心坦诚的相对，是不是？坦诚什么？啊？你是坦诚人吗？对，我把之前你跟谭少宇在一起，住在谭少宇家。就是为了让谭少宇免了你家债，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我到谭少宇家，我爸在哪我都不知道，我跟他电话联系不上。你现在跟我联系，他电话打不通，我都不知道我爸在哪。直到前段时间，我爸才出现在我面前，他才跟我说了债务问题，我根本不知道是我们家欠了你们家的债，我都不知道我爸欠了谁的债。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爸根本就没有跟我联系？就是为了免了你家的钱。前段时间我对你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杂质，全部都是假的，全部是骗我的，一切都是骗我的，没有假的，就是骗我，骗我，假的。你知道是真的，你那个时候在旋转木马那里，你穿的粉色套头，骗我，一切都是假的，骗我，我没有骗你，骗了，听我说，都是假的。我们结婚吧。分手吧。梅兰妮，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哭着？哎，梅兰妮，你去哪儿啊你？出什么事儿了？梅兰妮怎么走了呀？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不是好好的，吵什么架呀？是不是你又欺负她了？我从来没见她那么委屈过。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帮你分析分析。你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不是还静什么呀？你可急死我呀！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啊？就怎么了？就吵成这样了？快跟我说说啊！你平时不是田乐。喂，
啊，你现在在哪儿？我在家。那就行了，你出来吧，我在你家门口呢。真的假的？真的，我哪敢骗你呀？我刚回国就跑来看你了。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行了，你快出来吧，我门口等你。我，有点事儿在外面，没在家。哪儿啊？我来找你呗。行。我现在跟天乐结婚，利用他对我的喜爱，1000万就不需要还了。我喜欢你。李天乐，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伤过多少次心吗？谁呀？是我，妮妮，我回来了。你不是住在林天乐家吗？怎么搬这儿了？住人家家不太方便嘛，我自己这样比较自由一点。你们又吵架了吧？连我都不说。我们俩分手了。林天乐的对你不好。妮妮，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你不用替我操心。行，你不说，我去找林天乐。如果他欺负你，我不会放过他。我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不是他的问题。我爸爸欠了他们家1000万，我爸来找我商量的时候，被天乐听见了，他以为我是因为钱跟他在一块。林天乐，他竟然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给你。他不是说他爱你吗？你跟他朝夕相处，你是什么人他不明白。妮妮，我之前就劝过你，林天乐不适合你。现在看来，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他难过了。他想误会，就让他误会。叔叔的钱的事儿，我会想办法。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妮妮，有我在。谢谢。行，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别担心，我先走了。喂，给我准备1000万的支票。对。爱宝，来了。准备开饭。我没什么胃口。我就猜到你会说没胃口，我也知道你为了谁没胃口。爱宝，他到底有哪点好，值得你对他这样，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跟夏丹没关系。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做事。妈妈托老姐妹给你找一个好的媳妇儿，不是什么都有了吗？你看看你现在，为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夏丹，工作丢了，腿摔坏了，你值得吗？妈，我是真心喜欢夏丹，就算这条腿瘸了，我也认了。你省省吧，整天就是夏丹。有件事我可想告诉你啊，我听别人说，夏丹现在呢和苏澈在一起了，而且他们好像准备结婚了。好事儿，结婚是好事儿啊。等我腿好了，说不定我还能赶上他们的婚礼呢。好了，不说了，什么夏丹，说了我就心烦。你听妈妈的，啊，把你的腿养好，妈一定给你找一个比夏丹好1000倍、10000倍的姑娘，行不行？妈，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儿子我一表人才，是吧？还说找不到好媳妇吗？你嘴上光这么说，我真的是希望你心里头也这么想，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嘛。好了，吃饭。今天晚上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炸鸡腿。好，给你买。喂，谭总，保险公司的张律师到了，您在吗？我知道了，一会儿吧。
谭总，您觉得怎么样？这个险种的投保额太低了，支持受益人的保障也有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啊？谭总，如果您觉得投保额低呢，我们这里有一款专门针对您说的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一种高额的保险服务，只是它的投保额会稍稍高一些。有多高啊？您看啊，如果您一次性投保500万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受益人每个月就能领到相当可观的生活费，而且是终身享受的。你能保证受益人是终身受益？这一点请谭总放心，我们是有专人进行跟踪服务的。很多父母呢，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都会选择这种保险。就要这个了，替我尽快整理好，谢谢。好的，谭总，我办好了给您打电话。再见。再见。爱宝，哎，这刘总，你怎么来了？躺下来，躺下来，躺下来。哎呦，哎，你好啊，那刘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哦，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谢谢领导关心，你看你还来看看他，谢谢谢谢。应该的。你坐，刘总。好好，坐吧坐吧。医生怎么说啊？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没事没事，医生说了，只是个普通的骨折，只要他好好休息，很快就能康复。谢谢领导关心。放心吧，刘总，我养养就好了。你这次工伤，我是有责任的。公司的安全管理确实有问题。刘总，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也怪我自己不小心。你们家爱宝真是个人才，来公司上班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消防安全问题，幸亏得到及时的纠正，不然我们公司的损失可就大了。真的，儿子。公司决定奖励你50万元，这是现金支票。不，刘总，这我不能要。这不行的，不行啊！拿着，你拿着。听你师傅说，你现在也缺钱花啊。还有，按照工伤处理的规范，他休养期间的医药费、营养费、工资，我们公司都会如数支付的啊。哎呀，太谢谢领导了，太谢谢了！爱宝，快谢谢谢谢！你看看这。刘总，谢谢刘总了。应该的，应该的。还有一件事，你呢，好好养伤。等你上班以后呢，公司决定要重用你，让你做我的助理，总经理助理，你可不要推辞啊！好，太谢谢领导了，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好好休息啊。好嘞，您再坐会儿吧。坐会儿呗。不用了，不用了，你好好休息啊。好。辛苦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你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那我走了啊，我送送您吧。那我就不送你了。好，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好，再见。哎呀，50万，爱宝，你可真是因祸得福啊！行了，有了这50万呐，什么都有了。妈妈给你好好的存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买房子。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想把这50万交给夏丹。交给夏丹？为什么？我还是想帮他把那咖啡店盘下来。妈，你听我说嘛。你看我之所以弄成这样，
就是为了这50万。现在终于有钱了，也不枉我白付出这一场，就帮我转交给他吧。爱宝，你昏头了，这是50万，不是5万呐！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可以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呢？再说我跟你说过了，那个夏丹已经跟苏澈在一起了。妈，夏丹他不是不相干的人，我爱他。我现在就是希望他能幸福，别的我都不在乎。妈，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您就答应儿子吧。爱宝，妈，我今后什么都听您的，您让我娶谁就娶谁，我绝对没有半句二话。这次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兰妮，你跟爸爸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怎么会搬出来呢？是不是和天乐你们俩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哎呀，分手了？啊？哎呀，那你赶快跟他解释啊！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啊！他不听我的解释。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都怨我呀，这事都怨我呀！爸，这不怪你，这是我们俩之间出了问题，他不相信我，我们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孩子，你别这么说，爸爸看得出来，天乐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哎呦，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呀，你们之间不会出问题的。这样吧，我去找他，我把一切都跟他说清楚。算了吧，分开了也挺好。我现在就不想这些了，我想好好工作，尽早自立，赶紧把债还上。王总，不好意思打扰了。王总，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谢谢。少宇，怎么，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在想工作上的事情。哦，你最近工作很上心啊。应该的嘛，以后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工作上，不让你失望。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妈说，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把公司30%的股权先分割给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划分股权呢？将来这公司不都是你的了？我想在公司上市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这样上市也容易一些。哦，原来是这样，我自然没意见。公司能上市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些事儿就都由你负责吧，该办什么手续就去办，你做决定就好了。谢谢妈。还有，明天能不能先给我的账上画个500万啊？
因为最近我看好了一个很好的风投项目，我也想参与一下。行啊，一会儿你把投资项目拿给我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明天就打你账上。好。风险投资现在是挺热门的，我们也的确应该参与一下。风险投资可是有风险的哦，你要小心哦。少宇啊，工作热情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千万要注意休息啊，别把身体弄垮了。嗯，我会注意的。喂，张律师，这2天有空的话，麻烦你来一下公司。没有咖啡，喝点白水吧，健康。说吧，一早过来找我干嘛呀？给你带来一个惊喜。还惊喜呢？怎么给我带了1000万啊？这钱你拿着吧。不，你干嘛呀？我跟你开个玩笑的，赶紧拿走拿走。妮妮，这是1000万，你拿去还给林天乐。钱的事儿你不用纠结了。莫哲，我刚真的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这钱我怎么可能拿呢？我不可能要啊！而且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我已经很感谢你了。钱拿走吧，我不会要的啊！你为什么不能要？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找我借什么我都会给你，你跟我客气吗？朋友，我跟你说我的处境。我不是希望你来同情我或者帮助我，我是觉得咱俩是哥们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想跟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了解我，相信我，这就够了。你把我当朋友吗？你把我当朋友就不应该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关系。妮妮啊，其实我在国外这段时间。经常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我的个儿还没你高呢，所以经常被那帮男同学欺负。但是，是谁跟个女汉子一样挡在我前面，指着鼻子跟人家骂，还跟人动手打架？我把你当朋友，我希望你也把我当朋友。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们儿，我帮你是应该的。那我也是你朋友啊。梅叔叔现在这个情况，的确需要1000万。你有第2个办法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我出是最合适的。而且抛开你不说，叔叔跟阿姨从小就很照顾我，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我拿钱出来帮我的家人，理所应当。这样，你还是觉得别扭的话，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赚了钱慢慢还我，好不好？如果你这样还不收，那我觉得你就真的没把我当朋友。我现在能力有限，所以一下子还1000万，我可能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梅兰妮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你在我心里和在人民群众心里，那是上海新晋的天才级别的钻石设计师啊！你以后肯定前途无量，不可能这点钱都还不上。而且我借给你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心里觉得欠林天乐一个尊严。你觉得这1000万重要，还是你的尊严重要？那这钱算是你先借给我的，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欠条，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可以。傻了吧唧的。谢谢。没关系。谭总，您找我？哦，来了，张律师，来这边坐。最近都还好吧？还好，气色不错。今天我找你来呢，是想让你帮我拟一份遗嘱。遗嘱？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呀？最近我脑部检查出来有一个恶性的胶质瘤，我估计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恶性胶质瘤？那医生怎么说？可以做手术，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即便成功的话，也有可能瘫痪。那王总知道这件事了吗？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母亲，我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谭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张律师，这件事情呢，暂且先不要让我的母亲知道，而遗嘱的受益人是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好，尽快替我办好就好。好，那我先走了。梅兰妮的门禁卡。天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是我听见了，我亲耳听见的，我无法不去怀疑。但是你们两个真的应该好好谈一次，这中间肯定有误会。你们俩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他是什么人？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的公司告诉我，梅兰妮的爸爸就是欠我们巨额投资，到今天也没有还，这是事实吧？是，我是喜欢他，可是他利用了我喜欢他，他利用我的感情。那我想问你了，我现在是应该相信我听见的，还是相信我看见的？也许这辈子我都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你就这么甘心放弃这段感情了？那我怎么办？我去求他，我去求他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去求他告诉我他爱我。如果我不是林茂华的儿子，如果我不是林天乐，如果没有这笔钱，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所有的话。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我只能放弃。天乐，现在删除个文件，系统还会跟你确认一下，更何况感情呢？就这么一次了结了，总得确认一下吧。相信我，心平气和的去找梅兰妮谈一次，
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远离易然，然后珍惜我。看着我，我这不是看着呢吗？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名花有主。见个面吧，有事儿，地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1000万，还给你了。哪来这么多钱？这个你不用管。莫哲，啊？莫哲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有这么熟吗？为什么这么大方呢？这钱是我找他借的，钱我已经还给你了，我不欠你的，咱们两清。这个钱我不会要，我没打算让你爸还，我已让公司撤诉了。我必须还给你。我不想在你的眼里，我永远是不明不白的。我欠莫哲的钱，我可以干干净净的欠的，欠你的不行，容易被怀疑。我不希望我被人误会，你用不着怀疑我。那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我说了好多伤害你的话，我给你道个歉。用不着道歉。出了这么多事儿，彼此冷静一下，这样也挺好的。我就不相信莫哲会平白无故的借给你这么多钱。好，你欠他也是欠，欠我也是欠，你先欠着我的行不行？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复杂，行不行？这钱我以后会好好还给莫哲，你拿着吧。这钱我不会要。夏丹，这儿有50万，是爱宝摔伤以后公司给的赔偿金。爱宝说什么也让我转交给你，让你把这个咖啡店给盘下来。夏丹，我们家爱宝真的是很在乎你啊。我劝过他，让他把你忘了。我都骗过他，说你和苏澈在一起了。可是就是这样，他心里还是想着你，一定要让你把这咖啡店给盘下来。他说只要你能幸福，他什么都不在乎。小丹，这个钱你还是拿着吧，这是爱宝的心愿。他为你伤成了这个样子，你要是不拿着，他一定会很伤心的。他要是伤心，
我当妈的也会难过。小丹，你和爱宝的事情，我也想通了。我就是这么活生生的把你们拆散，爱宝绝不会幸福的。所以你跟爱宝的事情，我再也不拦着了。你心里要是还有他，你就去看看他吧。啊，那我就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对不起。我爱你。